人嘅出生本來係一件值得高興嘅事，但係偏偏又係殘酷命運嘅開始。無法預測嘅天災，明日無知嘅人禍，無中生有嘅迫害，無可挽回嘅意外，令每個生命各異但係宿命難違嘅人走向同一個死亡終局，繼而作出向自我、向自然，甚至向死神嘅挑戰。可惜命運總係叫人傷心失望，都無法再抵擋、逃避同反抗死亡嘅呼喊。人類會否轉向依賴信仰、傳說、奇蹟嚟延續不可能延續嘅生命，試圖喺死亡之後另找生機呢？而家就等I仙帶你超越生死，探索古今復活再生之謎。